後來過來是檢警繼續來偵辦着閃做兵的案件，今仔日展開第4波的搜索，案算要帶回9位涉案的人士，其中包括外號王子的曲勝煜。第無法刮出案，人看起來真險，互帶入警察局。伊就是最近加入環境銀行和果果分辨分配的藝人王子曲勝煜。無消無息，幾若個月，閣一擺出現，說是因為閃兵案的代誌。檢警今日開始第4波的搜索調查，以特別押登去交回涉案的人士。同款牽涉閃做兵的藝人4樹玲，嘛因為檢驗局長調，就佇咧去年11月去到警察局自首。很謝謝一路上就是幫助過我的人，不管是幕前幕後，然後所有的團隊、所有的單位。rap 歌手出身的4樹玲轉戰影視界，真濟擺得到金鐘獎的肯定。不過檢方調出伊推掉手機的留言，內容有敢愛甲檢方講有收到有人卡來無，敢愛主動講我有甲別人聯絡，伊唔知影敢有證據證明講我甲黑哥有佇咧直接，伊閣成立一個群組，由叫做製作人代替寫個人姓名，敢若想要講家己是拄着詐騙，閣聯絡叫做個文技術出庭作證，說隱瞞伊開30萬戶主嫌的代誌，叫檢方認定無符合自首，一並依法起訴，並且法院談判2年6個月。方認為，被告到案之後，不僅沒有如實交代案情，甚至刻意隱瞞證人關鍵事實，企圖影響檢方辦案。因此，地檢署起訴認為，被告不符合自首要件。檢方閣罵4樹玲無採司法主權，態度歹，閣想要爭。閃兵案一件接一件，律師攏看袂落。Hello， 我是林純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或是體壇動態嗎？趕快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